日期12月14號，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，佢哋同佢哋嘅弟兄學習頌讚耶和華，善於歌唱嘅共有288人。歷代志上25章7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啦！因你係審判活人同埋死人嘅主上帝，當受極大讚美嘅主，你所賜嘅福係叫人富足，並唔加上憂慮。你係建立萬物㗎，若果唔係你建造房屋，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；若果唔係你看守城池，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。我嘅主上帝啊，唯有你所親愛嘅，必叫佢安然瞓覺。我要向你唱詩，歌頌你嘅名。我嘅心必要歡喜，喺你面前高興快樂。你係日日背負我哋重擔嘅，就係拯救我嘅主，因此你係應當稱頌嘅。我嘅主啊，你係為我施行諸般救恩嘅。人能夠脫離死亡，係在乎你嘅性命。你係顯我為義嘅，世人都要向你歌唱，願你嘅名被歌頌。我要歌頌嗰自古駕行在諸天嘅上帝。主發出聲音係極大嘅聲音，我哋要將能力歸俾你。你嘅威榮喺以色列之上，主嘅能力係喺穹蒼。你係慈愛信實嘅，你從聖所顯為可畏。以色列嘅上帝係嗰將力量權能賜俾佢百姓嘅，上帝係應當稱頌嘅，直到永遠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Amen。